后来最近传出讲，两位外交的首长咧相达，就是外交部长林佳龙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。有传闻讲两个人袂合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甚至开记者会，点名讲季成良、何成燮。林佳龙嘛做出了回应。那个都是想要挑拨离间的，我们就是分工合作。那我做外交部长，我是秉持这个不管是说总统的授权，或者是我们宪政上的这个角色，我把外交部长做好，外交部长做好，国安会也会更好，国安会做好，外交部也会更好。对，我们都是政府的这个团队嘛。外交跟国安，林佳龙强调讲，外交甲国安本地就是一体两面，外交部做好，国安会嘛会更较好。伊讲伊甲吴钊燮两个人是分工合作，外界讲因袂合，根本就是咧人教相加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